出埃及记第17章，石盘出水。以色列人全体会众顺坦上主的命令，对神的旷野一站一站向前行。因伫利非定展营，伫遐无水通啉。人民甲摩西吵，互阮水啉。摩西甲因讲：恁是安怎伫甲我吵？是安怎伫试探上主？人民伫遐真喙焦，爱要啉水，就埋怨摩西，讲：你是安怎带阮对埃及出来？是要互阮甲阮的囝儿前生拢喙焦死是无？摩西就求叫上主讲：我要安怎对待这的人民？因差不多要用石头甲我钉死啦！上主甲摩西讲：你带以色列几个长老，行去人民的头前，你的手伫举正前拍尼罗河的管影。你去，我要伫河烈的石盘遐徛伫你的面前。你拍迄个石盘，水会对遐流出来，互人民啉。摩西就伫以色列长老的面前安尼做。伊甲迄个所在叫做玛撒，嘛叫做米利巴，因为以色列人甲伊吵，搁试探上主，讲上主竟有伫阮中间，甲亚玛力人交战。亚玛力人来利非定攻击以色列人。摩西甲约书亚讲：你着选人去甲亚玛力人交战。明仔载我要举上帝的管影徛伫山顶。约书亚就照摩西的命令去甲亚玛力人交战。摩西、阿伦甲互尼拢爬上山顶。摩西手举起来时，以色列人就歹赢；手垂落去的时，亚玛力人就歹赢。毋过摩西手酸，阿伦甲互尼就刷石头来下伫伊的下面，互伊坐地。因扶伊的手，一个伫正边，一个伫倒边，伊的手就无垂落来，一直到日落。约书亚用刀杀赢亚玛力人。上主甲摩西讲：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对天下完全撤销。你着将这个事记录伫册里，通提醒后代，搁读互约书亚听。摩西起一座祭坛，甲伊号名叫做上主尼西，佮讲：得举上主的军旗。上主要代代甲亚玛力人交战。